更加为天子种子在满里片呢，各党人上不时如果屯书记的数位翕相机拿出来翕记录生活，不过头摆爱翕相无按简单哦，也认真按呢，爱有乜个特别的大事情，那为了翕相，平常风景，几少人会特别去提记录下来。不过20年前，有个系行人的摄影师，如特别有眼光，为台三线乡嘅客家庄生活留下嘅影像记录。呢场影像台三线经典摄影展都展出了一道作品，对老师嘅互拍相片当中，看得到客家庄地景地貌还个风土民情。公园整理一篮一篮的火炭，也系苗栗是改现的小火炭的叶呗。南庄矿工打插播，牙细细的囡仔整体休息，都本摄影师翕下来，一张张互拍的相片，记录下台三线乡的劳动时刻。呢场见上台三线经典摄影展，采为途中苗天气9位摄影师来展览佢哋嘅作品，想要表现出亚旗下10年来台三线乡按丰富的风土民情同人文景观。呢個展覽呢，佢要呈現呢個台三線佢嘅歷史人文。早在國家政策以來之前，事實上就已經有相當多嘅一個文化嘅累積。一擺嘅攝影展。因為攝影家都係途中沒有體系嘅人，佢哋記錄嘅也係幾十年來台三線當個嘅客家嘅生活、客家嘅風俗，都得看到客家時代嘅變化。一條經典嘅相片唔單止有關內位地方風情，還可以接觸民眾嘅生活。佢都係生活到客家莊嘅人，有客家人啊，佢提供出來相片啊，所以講嚇，係非常生活性嘅。所以每做的是按講是講，老嘅生活變到一啲文化，啊，是讓上嘅魔術啦，啊，其實這個變化的過程是講，哎呦，西埔菜都係文化吧，嚇，個看山歌、唱山歌都係文化，看山歌、看人唱山歌哦，都係文化哦，比如講你享受到按個文化地度嘛，啊，所以講加翕相師傅嘅木族來老人大家來交流嚇。問大家啲講嚇，其實呢台三線那個非常普通嘅生活，是台灣最重要嘅文化。攝影作品同地方有暗層嘅連結，想喺嗰度人停下來看，還交換意義的老師導航特別嘅事情。以前我鄉下人嘛，沒有穿拖鞋啊，可以回憶啦，可以這個很有歷史性，這樣子。片面展覽以外，還有講錯，前面文史工作者來記述相片當中一般人看唔到嘅小故事。吃草，所以這個時候是最溫馨的時候，牛也是最輕鬆的時候，可以享受的時候。可這個即便如此呢，還是很辛苦的農村生活。攝影家他在拍攝的當下，他拍到是阿婆，她的眼睛，他是在凝視他的牛。那在阿婆的凝視裡面，到底是只是一個勞動的關係，一個主奴的關係，還是他對他有所疼惜？透過攝影家把這個瞬間記錄下來的時候，我們作為觀眾，我們在看的時候，我們的凝視又會再加上去。無同樣角色按多種嘅看，是知道一種相片，又會含過多種嘅解讀同意義，也增加為嗰度觀賞嘅趣味。日本的警察、軍人等等，他們練習武道，不是這個跳的舞蹈，是那個文武的武，道理的道，包括那些柔道、刀劍那個劍道、射箭的弓箭的弓道，都是在這個武德殿裡面進行。安泰青年來到桃園龍潭，採體技術員該新聞嘅小姐，龍潭歷史建築福德天，聽日本書嘅有乜嘅功能？技術下嚟就揾攝影指導來同大家講。可能要有一張前貌，然後如果可以的話，再針對細部的部分，你覺得比較精彩的，再多拍幾張。
如果我们现在在拍，我刚刚看到这个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门也要拍，因为这个门其实不是古时候的门，不是野歹的门嘛，那可能也需要做一点记录吧。主辦單位貼貼拍呢來用談實際協商嘅勢理行，且為觀賞入陽站嘅民眾實際行結連，親身來協地方行有按到馬嘅貼貼嘅風景。你如果看網站吼，你上去看有沒有當神奇的事情哦？比如講，你間屋頭前頭擺啊，頭前是含入間屋哦，所以你個空梯啊，頭擺係危險所，每度係攞啲落屋攞嚟表現出來。所以係危險所拆開，所以變化，你只變化咩係人文，不過你相片冇驚佢翕得出來，所以你花長久嘅時間去慢慢地看，看見有乜變化，你睇變到辦理班餐啦嚇，慢完全變好，所以講最早嘅時節係當江，爆米橋頭先堵起來，後尾是變到旱到咧冇用咧，你睇要拆開來開始要用咧，不過慢完全經營戰好。所以你喺變化過程咩人文？先有前面如果看了攝影展，然後再來走這邊，我覺得會有更多的想象。當然現在地形地貌，因為時間的久遠以後，其實大家有很多東西都不復存在了。那可是如果透過一些導覽老師的故事的解說，那我們很容易去產生一個連結，然後就是對我們自己的那個生命的經驗就會覺得更豐厚，因為我們再也不是來了看到了我們就走了，然後什麼。就不會留下太多的印象。那我們透過這樣子，因為你要拍照，你了解背後的故事，然後你可能就會有更深刻的痕跡。用他們建築物、鄉親、街道的一部分，人日都係本人看、本人注意到的入陽主角。大家問問講，一班入陽站做一條過去嘅影像，人家來看到底有乜嘅意義？我想你世上做一個歷史嘅回顧咯，對未來嘅展望。台山縣過去係安樣嘅樣嘅，將來佢話係乜嘅樣嘅？應該係講經過當代人嘅努力，佢做得建立樣板戲嘅浪漫，在呢個所在成分嘅人，做得有個將來樣板戲嘅成分嘅藍圖。大家可以蹲下來試試看啊，不同的角度可以嘗試看看。關於這個圖，看呢就韓國法，對俯拍歷史都彩色動態。無論係入陽大使，也係一般民眾，也對人的模組提供陽當中很用嘅款式嘅嘢，都用相片為載體，留下嘅無窮用嘅意義。